喺荔枝角九華徑有一幅地皮，發展商修訂咗申請，希望起多2成嘅單位，到超過7000伙咁多啊！有啲咩規劃考慮呢？喺荔枝角九華徑一幅面積接近5公頃嘅地皮，包括前燒烤場、耕地、九華徑新舊村嘅位置，都被政府劃作綜合發展區。本來喺大業主遠東酒店牽頭之下，2023年7月已經獲批重建大型屋苑，當時提出起5900幾伙，不過財團遲遲都未有動工。相隔2年之後，近日先至再向城規會申請，希望增加建築密度。根據新方案文件，屋苑維持由14棟住宅組成，但就申請將5倍地積比率增加3成，去到6.5倍。同時要求將項目高度限制由120米放寬去到147米。簡單嚟講，即係將35層嘅住宅全部增高去到40層左右。透過呢個做法，額外起多1100伙，令項目規模達到7052伙，平均每戶面積大約400零尺。有測量師就擔心新嘅方案會引嚟規劃問題。6倍咧就係住宅部分，咁0.5倍咧就係商業或者其他附屬嘅零售嘅設施。按地積比率唔多，咁但係我哋睇個伙數嚟講咧，7000幾伙咧係相信一個係比較龐大嘅數字嘅，因為你可能係差唔多半個美孚新村嘅戶數啦。個集體運輸其實都係比較靠翻美孚嗰邊啦。因為如果你話去荔景嗰邊咧，可能你都要去轉一啲接駁巴士。咁但係如果去美孚嗰邊咧，可能你基本上行都行到去嘅。咁而美孚亦都係一個比較主要嘅港鐵嘅轉線站啦。個問題就話，如果你再多嘅人口咧，淨係單向晒美孚方向行咧，亦都未必合理。除咗潛在居民再多幾千人，加重交通同埋社區設施負擔。如果項目放寬到可以起40層或者以上，張翹楚就認為無可避免會對附近現有嘅住宅帶嚟視覺仲有通風上面嘅影響。形容呢個九華徑係一個峽谷嘅形式啦，咁個地勢咧就唔係話一個平地嚟嘅，係有高有低。近翻盈輝台嗰邊啦，佢相對都係比較中高密度啦，咁佢就唔想嗰度咧就做得太高，反而咧就由西南面一路咧將嗰個高度咧就向東北面延伸，咁即係話近翻盈輝台嗰邊咧，可能就會反而會矮啲嘅。例如係一啲中山台啦，佢嗰個密度係比較低啲同埋矮嘅。咁其實你話好難，就算你點樣去就咧，都好難話完全唔影響佢哋嘅景觀嘅。咁所以我相信喺個申請者嚟講，佢有考慮到一啲大型嘅住宅項目嗰個景觀同埋感受。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成個地區嚟講咧，我相信仍然都會有一啲部分嘅住宅嘅係會受到影響嘅。發展商都唔係有晒成幅土地，而家嘅業權集中喺1A 同埋1B 區，即係靠近荔景山路、前燒烤場同埋垃圾房嘅位置，佔成幅地大約一半。其餘土地就仍然屬於九華徑村村民持有，兩邊日後嘅起樓密度相當平均。呢一個地塊咧分開4個部分啦，大部分而家申請者已經購入嘅地塊咧就喺1A 同1B 嘅地區入邊嘅，而剩翻落嚟非申請者已購入嘅地塊咧，主要就喺 A 區、另一個 A 區同另一個 B 區入邊嘅。個申請者都係劃分翻大概49% 嘅總體建築面積落去自己嘅1A 區、1B 區嘅，即係話將來如果起大概330幾萬平方尺嘅樓面啦，大概咧就有160幾萬平方尺咧就會歸入咗申請者已購入嘅1A 區、1B 區嘅。咁所以我哋睇落去咧，而家個分配咧都係公平，亦都係按個地皮嗰個比例啦、面積比例啦作一個分配基礎嘅。大財團幫手規劃，原因係政府指定呢度係綜合發展區。任何發展都唔能夠單獨進行，要一次過考慮成區嘅未來。對持有分散業權嘅村民嚟講，咁樣做都有啲好處。提升嗰個地積比率咧，就唔係局限於申請者已購入嘅地皮區域範圍嘅，
係1A、1B 區同埋剩翻嚟嘅 A、B 區咧，都係同步提升嘅。剩翻嚟未收，例如喺剩翻落嚟嘅 A 區、B 區地區嘅業主咧，佢可能會獲得嗰個賠償額咧，可能都會多啲喎，或者佢拎去同發展商去傾，去收個價咧，都可能會高啲喎。咁所以我相信係會有助促成剩翻落嚟未被收，又或者之前未有意向去賣出去嘅業主，可以賣翻俾發展商去做一個整體發展。但能唔能夠增加密度，起多1100伙，仍然存在變數。因為近日公眾諮詢期間收到幾十份意見，大約90%表示反對。張翹楚就認為問題症結始終在於持份者有冇能力處理好區內嘅交通。城規會關注嘅不外乎例如喺景觀啊、空氣流通啊、交通啊等等嘅因素啊。咁如果你睇翻個申請者嘅文件裏邊咧，佢有着眼於例如個空氣流通嘅，所有嘅樓宇嘅間距咧都起碼唔少過15米。我相信唯一最大嘅關注咧就係個交通配套啦。雖然佢可能話會擴闊一啲行人嘅道路啊，而家亦都已經有麗景山道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將來人口有一部分係真係去翻葵涌貨櫃碼頭去翻工嘅話，咁其實會唔會政府又會諗下，究竟我可唔可以批到例如一啲穿梭巴士線去俾佢哋去葵涌，又或者去麗景嘅港鐵站去接駁去葵涌呢？佢估計，如果當局批准發展商提供屋苑專線巴士，項目就有比較大嘅籌碼，可以獲得城規會開綠燈通過。各位，今集節目時間夠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